佢啲係咩原子啊？原子咁啊？係隻係幾靚啊，不過咧，唉又要揾人學，麻煩。佢哋幾多俾我啊？我哋賣框啊！賣框啊，20蚊銀咯。 2個俾咩？18啦，清晒佢啦，點解㗎嘛？清到。哇，啲靚，佢啲原子啊！幾多唔中？原子嘅口感咪純啲啦，即係冇嫁接過，自己留啦，自己玩下啦。又幫齋嘛？你一借嚟清一下。哦，好靚啊！哇，手靚，佢望曉嘅，我指得靈又曉嘅。啊，佢自己喐下就變啊咩啦？未稱到靈，你睇得唔準唔準啦？55好，你拼噶，我稱下我自己啦，我就116度。 啱啊！差唔多啦，係108，啱8成。你個龜又唔係我幫幫下。我哋度，哎呀53嘅喂咪咯，53，你再稱多次啊，52。 52，乜鬼啫？係再稱多我一次，有52，有53， 100。冇108係咪貴？係啊，一斤差10幾蚊，你再稱多次啊，攞個總晒，唉唔使係咪？差一斤都10零蚊，差斤啫，嚟啊，52。 即係近53啦，得嘛？即係50啊！我講啊，就55，我計你53啦，得嘛？唔會蝕啦。唉，算啦。啊，算啦，反正我就估佢啊，冇所謂係咪先？954、955啦，你計啱唔啱啊？53乘以18，嗱，啱嘛？啱啊，好。